您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一座徛伫个宜兰燕山乡由永安实业开发的矿场，2020年申请扩大开发，进入到第2阶段的宽屏。也就是讲，这个停矿几啊年的老矿场，搁死灰复燃亮起来了。住伫个矿坑骹的村民，上大先受到灾难。这个矿场的面积，怀看到2个砖头。其中赖城村的乡亲烦恼的是，一旦采矿毁林，恐惊会造成着崩山土石流，危害到居民。另外一边，中华村的村民多年以来都无自来水通用，因正惊一个开采了后，会来破坏到地下水源，影响到宜兰一般人口用水的安全。虽然业者来承诺会环保采矿，注重生态，而且会花开地荒，提供到工作的机会，但是也是无法度来动摇到居民捍卫家乡的决心。关山一座一座，规个青片片，空气好，景致水。宜兰燕山乡的中华村伫咧雪山南边，我南用溪，这溪啊水清气，风正做一体，水源保地。待会沿路走一样，请你打开你的眼睛，打开你的耳朵，去感受一下这个环境，可以吗？好。五色鸟。对，再过来一只。这讲是赖城国小化育分校的学生调查社区环境的日子，今仔会好好行出去，感受故乡的水。有猪哎，猪们骑车在看我们。不是说现在这样的状况，我们就希望他可能离开。那离开以后呢，养猪户怎么办？对不对？这些可能都需要我们去思考的，怎么样在环保和产业之间获得一个平衡。还有田螺的嘞，还有田螺。亲身观察社区问题，记录兼收集资料，这是囡仔平常时的训练。这摆调查的所在是离学校无够3公里的粗坑溪。我最喜欢就是环境特色，就是生态，因为绿盎然，然后看了就觉得很舒服。这边花花草草一大堆啊，小动物们就会比较亲近我们。就是这里的水很清澈，很漂亮。爱故乡每一个所在，老师学生伫咧溪仔边含自然对话，这嘛含地方议题真有关系。其实这本来是一个老矿场的开发案。从去年开始，比较在直接面对开矿这个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守护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先爱它。可是你要怎么爱它？你要了解它。在那个过程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们去看、去思考，最后他们从这些思考去把它实践出它应该可以怎么做。因为想守护这些东西，就会觉得，如果被破坏的话，一大堆问题后面还要解决，就觉得很麻烦，就应该就是反对它。粗坑溪的水是为雪山流落来，溪仔的对岸是大安鼻山，嘛是永安矿场的开发地。透过空气的画面，同款会当看到1980年代挖矿时阵流落来粉石。矿场旁远要20多年，期间有种小南树来复育。不过矿权伫咧2020年6月39日进前，业者向申请延长时间，预计要开发灰仔土含石英砂，面积上少30甲。开发的时间要40年，和地方拢真倒弹。如果开矿的话，就是水源和空气都会污染，然后宜兰市的水就不能喝，然后空气也变得不新鲜了。会破坏到生态的话，就是对自己身体可能有害，但我觉得就不必要去做这种事情，对吧？不要为了因为一些工作和利益，然后而去破坏自己的那个生态或是家乡，这样比较不好。一个山的成长需要几千年，但是一个破坏是很快的。当你发现天哪，我原本以为没事，但是某一天它就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去阻挡的。商区这边是往2公里，就是可以通往冷皮的路。那就是这一段前2公里，就是跟永安矿区都是重叠。为了来看矿场即摆情形，咱对中华村村长陈明华去山顶，不过落真侪天的雨，甲树仔扇倒。尾后采访小组敢来当停伫咧旁远经过苗圃。这条路就是矿场卡车运送的路径，而在路边我们可以看到多处的浮流水，这样的水其实就是村民的民生饮用水源。中华村虽讲挖水源近，不过煞无水到最通的用。
民众用的山泉水爱为野溪接管，最济时阵会当提供每天4万吨水。民众烦恼若是开发，都可能会影响到因的供线。像这样子的一个路径，它要提供25吨的卡车来运送是不太可能，所以它一定要P3路。那P3路它一定要挖三角，然后包含旁边的一些涌泉的一些野溪，也都会受到影响。哦，这水足清气的，足凉的。系啊，就是讲恁遮无自来水就是啊。无。拢食这沙溪仔水就是啊。搁当年我就拢无食啊。宜兰县无水库，靠雪山的河流水，加上粗坑溪地面水，供送宜兰一半人口，每天7万吨水量。不过矿场含水源尾净水场，这两位无到5公里，嘛正做水源的问题。起往这边大概海拔57公尺，深沟进水厂的海拔高度大概23公尺，还有34公尺左右的落差。它的矿区就刚好在这一座山，这个都是。所以就变成说，它的污染源不管是哪边的污染源，最后都会顺着那个地势来讲的话，最后都会到这里去。开矿恐惊影响宜兰溪以北的民众用水，官府讲会保护水资源，要把矿区列作国土保育区。不过业者驳回，已经请专家学者调查，矿区水系含粗坑溪的出水口无同，袂影响到水源。当树木被拿掉之后，下雨的时候，那个水直接冲击到那个土的表面。那这个土的表面的一些粉尘就会去塞住那些毛细孔细缝，然后水没有办法入渗下去之后，它只能在地面流动，把泥沙往下带，然后就变成土石流。不止没有办法入渗帮我们保水，而且还变成一个灾难。伫咧宜兰出事的李公平是深沟水源生态园区头一批导览志工，到当12年同款顾条条，看到故乡丰富水资源，可能因为矿场开发互破坏，就感觉真不甘。我们很努力的每一年在做环境教育，结果在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地方，那一座山头如果被砍了，那个地方在开矿，我们的地下水的补助区就在那个地方，他去开的那个地方，我们要如何做环境教育？我们是不是环境教育可以收起来就不用做了？这是我觉得非常讽刺的一件事。塑胶车驶过去，这是中华村民的日常生活。今晚村内有3座矿场、5间塑胶场，省道台7线是客车通过主要干道。咱实际观察，3分钟内就4台大台车驶过去。学校的门外口挖大路，学生上课都会当听到塑胶车驶过去的声音。光现在其实砂石车就来来往往，每天真的在上课的时候就听到呼啸而过的砂石车。那目前以对方缴交，就是以缴交的环评书来说，它其实也很明确写到，如果开始开发了，每一天会多194辆的卡车。那个感受上，其实孩子在学习上环境本来就是会有影响。台安碧山另外一边是燕山乡的内城社区，因为水源丰富，边仔拢是山。这几年有真侪小农来遮种植，不过矿场预定的所在离社区收近，业者若是开发矿地，卖甲台安碧山为403公尺悬，乌到村200多公尺，就亲像甲半个山头乌掉。较早阮做囡仔时嘛是捌土石流哦，迄落啦田就是。淹了去啊！迄是我亲目睭看的。古早迄是土石流是自然形成的天气候的关系啊。哦，啊你讲你若做了无好，你一边甲摕过这边伊就垮，甲咱讲咱甲摕一半对吧？变安尼，伊当然是垮下来啊，对啊，安尼都是危险，都是危险。矿场从来也没有靠近居住的地方那么近的一个部分。这里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住了20几户的一个聚落也在旁边，距离直线距离也超100-200公尺。那这个山距离我们的社区中心点不到1公里，我想对在地的生活跟在地的整个的一个环境一定会有很大的冲击啊。所以说，我们这一代，我们认为我们应该要去维护。好好的保护它。就惊这的天然风景因为乌白开发互破坏，老一辈的人想要留予后代清洁环境。不过城乡发展长期面对困难，矿场开发敢会当带来转机？有的村民有无同的想法？那人来愈多愈好啦，
啊，有人要来开发才加外劳这个，人嘛愈来愈多，这生意嘛愈来愈好做，土地嘛起，大家要找工课嘛较有。即马就是咱遮无头路，无什么货就少年拢爱去外口趁钱遮剩老岁伫遐大，开发咱遮少年嘛加减较有通趁。业者在我们的山上，他做了这些动作，那谁来把关？谁来守护？地方居民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不知道要跟哪个单位处理。为着让愈侪村民知影乌控的问题，社区举办真侪场说明会，永安公司负责人嘛来听，不过采访小组真侪摆联络，业者拢拒绝访问。进前的声明书内底，永安答应乌的范围变小，内城嘛未开发。另外，可以起水塔、接水管，改善水的品质，发展会员员工，让在地人有机会赚钱。不过学者拢保留态度。那个池土是在石头的里面呢。你怎么把池土里面再分离出来嘛？对不对？那是高成本的嘛。以我地质上来判断讲，整个过程来讲，根本不符合成本。我指的成本就是你会比进口的价钱还要高。算到最后，其实你卖的石头是比你那个池土还要高，那你就这个就不叫做池土矿啦，你就是砂石矿嘛。当时编织的一个美梦就是跟我们讲说，帮中华村、中华社区打造一个类似像莺歌的那个陶瓷重镇的一个观光的一个产业链这样子。然后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说，原来是在这个美丽的糖衣之下，是这么不堪的一个样貌。如果是要以这么大的成本社会代价来做换取的话，居民觉得我们宁愿舍弃。否决开发！2020年6月7日，永安矿场的昆明大会，民众做保护水源、反对开发的行动联名，上报去环保署表达反对的立场。不过，尾后开发案刚翻到第2阶段，今年11月底，环境法律人协会甲民众斗相共提起诉愿，嘛是无效。不管支持或反对，可是这个前提之下是大家对这一件事情的始末的原貌要有很清楚的说明跟了解。可是我比较不能接受是在那种被蒙骗的状况之下，然后就赶鸭子上架。关注一定会有正面也会有反面，但是当关注的力量够大的时候，它就会被更谨慎的处理。对，所以其实我们希望的是更多的人一起来关注这件事情。那后续怎么做？其实我们学校能做的事也是从教育开始而已。永安矿场开发案会用愈侪社会身份，争议真久的矿业法，各单同款修法未过，嘛有台湾伫咧开发和环境之间，大家拢超袂好势。既然台湾比山头守护山林和家乡之战会继续扯拼。